大家好，我係 Leo Sir， 我係個英國嘅老師，喺英國從事咗10年嘅教育工作，親身接觸過無數個嘅英國本地學校，包括公立學校同埋私立學校。最近 Netflix 有一個熱播劇《Adolescence》，中文譯名《混沌少年時》，咁引起咗好多廣泛嘅討論，有好多香港家長都嚟問我：Leo Sir， 呢部劇係咪真係誇張咗呢？英國嘅中學係咪真係咁亂㗎？今次呢條片咧，我就會用我喺英國教咗10年嘅第一線老師嘅經驗，同大家分析《Adolescence》嘅內容，同埋佢同英國學校實況之間嘅關係。究竟呢套劇係寫實定係偏頗呢？我哋一齊了解一下。第一部分 Adolescence 的確係反映咗英國某啲地區嘅中學現況㗎。首先我想講一句好誠實嘅說話， Adolescence 佢唔係誇張，佢的確係反映咗英國部分地區中學嘅現實情況。我仲記得我啱啱去開始英國教書嘅時候，我嘅第一間學校就喺 Southampton。咁 Southampton 係一個英國南部沿海城市，部分地區係屬於社會經濟比較弱勢嘅社群。咁嗰間中學嘅環境呢，其實就同呢一套劇 Adolescence 所描繪嘅好相似。學生有唔少係嚟自單親家庭，或者係一啲收入比較低嘅家庭。我見過有一個家庭生9個小朋友，咁啲同事就會講，因為其實喺英國嘅福利制度嚟講咧，就生多啲仔女，咁你就可以攞到多啲綜援 （Universal Credit） 啦。第二個問題 ，bullying， 校內會出現欺凌嘅問題，學生係會互相打鬥，甚至有時係會持械。我當時見過一個11年級嘅學生出現過持刀嘅事件，咁最後佢冇任何嘅傷亡，佢都係去咗警察局。經常都會有學生有逃學啊，唔尊重老師啊，無視紀律啊咁樣。第三點 swearing， 我當時喺嗰度任教嘅時候，試過2、3次學生直頭喺我面前就親口問候我嘅母親咁樣。咁所以導致咧，第4點，老師嘅勞動率就會好高啦。咁有好多老師都會感到壓力好巨大啦。我曾經見過一個真實例子，就係有個女老師啱啱開始第一日做一個 training teacher， 佢教完第一堂之後翻咗教員室喊到 relieved 咁樣話，真係頂唔順啊！點解會咁㗎？咁所以好記得當初我喺 Southampton 呢間學校教嘅時候，應該都係10年前再多啲嘅啦。其實我嗰陣時嘅白頭髮係仲多過我而家嘅。你可能未必會相信，咁我亦都分享下我當時經歷過一宗，就係女學生喺課室入邊有推撞啊、打交啊、鬧晒粗口啊咁樣。咁嗰陣時我同另一個 training teacher 分開咗2個學生啦，咁個 head of department 就召見我哋咯，我仲以為佢會讚我做得好啦，點知原來唔係，佢要我哋寫一份 report 講解點解你要掂個學生，有身體接觸。不過喺嗰間學校都唔算話一啲好稀有嘅事情，對住老師咆哮啊，甚至校園破壞設施嘅情況啊，學校會有啲幫派文化，學生之間嘅階級地位用詞都會好受到社交媒體甚至一啲極端網上人物嘅影響啦。咁如果你問我 Adolescence 係咪誇張，我會話佢唔係誇張，佢係有真實存在嘅一面。尤其係一啲處於低收入家庭附近嘅一啲公立學校，的確係有啲咁嘅情況㗎。嚟到第2部分，但我想請大家記住，呢個唔係所有英國學校嘅縮影。Adolescence 佢只係一個電視劇，佢係聚焦於一間學校嘅悲劇故事，唔應該將佢視為英國所有學校嘅代表。呢一個係一個重點嚟㗎。英國係一個教育制度多元嘅國家，就算係 state school 都會有好多極為出色嘅選擇。我教完 Southampton 嗰間學校之後，我係去咗 Hertfordshire， 係一間非常好嘅公立學校嚟。佢處於一個叫中產地區或者家長高度參與嘅一間公立學校啦。唔單止成績好，紀律嚴謹，學生之間亦都會有好強嘅同理心同埋尊重文化。而且近年嚟都發覺有好多大型嘅 academy 學院式嘅公立學校，佢哋投放咗好多資源喺心理健康支援啊、反欺凌教育、STEM 教育，而且嘅成效係非常之顯著㗎。好多家長都會知道，英國政府每年都會對學校進行 Ofsted 嘅評估，好多學校其實係有 Outstanding 卓越嘅評級，其實代表呢間學校已經係非常之唔錯。我自己亦都親身教過呢啲學校，亦都有見過好多學生係讀公立學校，讀得好好，學習生活上非常愉快，成績好出色，完全沒有遇到好似 Adolescence 劇入邊咁極端嘅情況。而且佢哋好多都係繼續升到大學啊，甚至有一啲係繼續升到上牛津劍橋嘅。Adolescence 呢一套劇集所呈現嘅問題雖然係真實，但係並唔係普遍現象，更加唔能夠代表整個英國教育。總括嚟講， Adolescence 係一套發人深省嘅劇集，佢可以揭示咗青少年成長入邊面對嘅一啲陰影，亦都反映出社會對於教育系統嘅反思。咁作為一個家長，我認為我哋唔需要過度去恐慌，而係應該深入了解英國嘅教育制度、地區嘅差異，並且幫小朋友揾一個最適合佢哋性格同需求嘅學校。如果你對英國升學有更加多嘅疑問嘅話，歡迎留言或者聯絡我，我會用我10年喺英國第一線老師嘅經驗幫你解答。預告一下，下一段影片我仍然會用呢一套劇集作為一個主題，我會用另一個角度去分析。我係英國 Leo Sir，拜拜。